各位週末好啊！咁啊，嚟到呢個11月中啦，11月15號嘅星期六。咁就今個禮拜咧，股運圖咧就現在開始咧，同大家去睇睇今個禮拜咧，環球嗰個金融市場啊、股市啊，同埋有啲咩嘅新聞啊，咁咧就同大家咧係展述下啦嚇。咁都係皮毛嘅嘢分析。咁就嗱，今個禮拜咧，如果講港股咧，就氣勢如虹啦，連升4日嚇，就算星期五突然滑落咧都好啦，咁顯示個港股咧就喺呢個星期仍然咧係維持到咧係有個升幅喺度嘅。咁國內股市咧就差啲，咁啊國內股市咧就本來都係升緊嘅，咁但係個問題就突然間，喂星期五嘅翻嚟咧嗰幾頭車馬數據嚇，即係呢個嘅零售銷售數據啊、社會融資啊咁樣，咁都出現咗唔同程度嘅信預期啦，咁結果就令到星期五啊嗰個中國股市咧都係臨尾咧都係要收跌咁樣，咁啊維持唔翻維持到幾個禮拜嘅升幅。咁歐洲股市咧就受到美國股市影響啦，咁啊因為美國股市大家都知啦，喺一個震盪期裏邊，咁啊週初嘅美國股市咧都係一片向好嘅嚇，都道指都曾經衝過上去一個高位，咁但係個問題再創新高，但係創完新高之後咧就出現萎縮，咁當中咧個中有好多嘅原因啦，咁當然就會同呢個美國政府嘅停擺好有關係啦咁樣。咁我哋爭拋開個時間先講中國股市，然後再講咧呢個美國香港股市，然後再講美國股市。咁就嗱今個禮拜中國股市咧，其實就睇翻延續翻上星期日嘅，咁啊星期日嘅 CPI 公佈。咁 CPI 公佈咧，星期日嘅 CPI 公佈咧就係顯示嗰個 PPI 跌幅收窄啦，咁啊 CPI 咧就顯示咧就變翻正0.1啦，咁啊似乎咧係中國有機會走出通縮嘅陰霾。咁但係睇翻細分裏邊咧，原來中國嘅通脹嘅上升係因為金價上升，啲人去消費買金，所以令到咧嗰個通縮咧就好翻。咁呢個同香港咧就零售銷售數據見好一樣啊，就等於多咗人買電子產品，因為有新 iPhone 出嚟，咁就令到香港嘅零售銷售數據咧係突然間滑起。咁而今個禮日啱啱最新琴晚星期五公佈嘅香港個第三個嘅 GDP 增長亦都係去到3.8嘅。咁就全年應該香港嘅 GDP 增長去到3.2啦，同年初上半年嘅悲觀咧嘅情況當然有所改善啦。咁但係國內咧就琴晚公佈嘅數據咧就大家會見到咧就呢個嘅社會嘅零售銷售規模咧就升2.9，咁啊比上個月好少少嘅。咁啊工業增產值咧就跌到就4.9，咁就跟住另外咧就個城鎮收入率都好翻啲嘅喺5.2，咁但係固定投資係減少咗嘅。咁就跟住就呢個嗰個人民幣嘅新增貸款咧，亦都比預期好嘅。咁嗱個問題就中國咧就喺今個禮拜週中咧曾經都出嚟講緊咧第三季嘅貨幣政策咧就話仍然係會實施寬鬆貨幣政策，保持嗰個社會嘅融資個寬鬆，但係保持個流動性。咁實際上中國如果你講今個禮拜大家都睇到新聞，有啲新聞就話中國根本就唔需要，即係就算係政府去壓力逼佢啲人銀行融資得多咧，咁其實而家好多銀行咧就係造假嘅。點造假咧？結果就俾中國證監懲罰啦嚇，就係話譬如你借錢咁，你嚟借我1個禮拜嚇，就揾呢個機構借500萬咁，借完之後咧，跟住我利息咧就你2個禮拜之後還翻，跟住利息咧就銀行俾，咁啊我嚟砌數就砌嗰個社會嗰個貸款咧新增貸款係增加咁樣。咁呢個虛數借幾日呢啲咁嘅銀行代付利息呢啲事件咧咁揭發出嚟，咁啊當然係要受懲罰啦咁樣。咁但係反映中國其實嗰個經濟環境啊，即係仍然都係差嘅。咁特別如果今個月咧就睇翻咧國家統計局嗰個樓宇銷售啊，就10月份嘅70大城市嘅銷售咧就再跌2.2%，就環比跌0.5%，係去年10月以嚟咧最大嘅跌幅。咁有啲人就講嘅，因為中國經濟數據因為第一就似乎放軟手腳啦，因為個基數效應問題咧，咁舊年嘅基數同今年基數比較咧，似乎就令到咧幾頭車馬數據咧都係比遜預期，同埋咧另一樣嘢咧就係中國亦都係擺到明嘅人民幣貸款咧就係放鬆嘅，就話將呢個嚟緊即係今年年內咧都可能唔減息，就唔再降準啊咁樣，留翻出年第一季用咁樣。咁似乎就對第一個問題就第一就係因為對中國咧對嗰個GDP 能夠今年達到5嘅目標咧，
就似乎已經係好有信心，所以唔做啦。咁第二就係發覺你個新增貸款都谷唔起啦，咁同埋個樓都仲係跌緊，咁你點谷咧都冇用啦。咁所以其實咧就反而咧就將可用嘅工具咧就反而壓後咗用。咁呢個咧就但係無損中國股市上升喎。中國股市今個禮拜咧上證係創過10年新高嘅。咁創過10年新高最大嘅原因就係10月份嘅非金融性投資嘅按嗰個存款係增加咗1.8萬億，去到34.9萬億。咁啊扭轉9月咧就走咗1.1萬億嘅，即係話啲人咧係願意去再投資喺呢個非金融嘅機構，即係買股票啦嚇。即係你買債都唔升㗎嘛，而家梗係買股票啦。咁買股票升，咁所以係承托咗個股市上升嘅。咁點解要承托個股市上升咧？又能夠上證指數咧去到4000幾點咧？咁當然就唔係你話唔係全部指數都好嘅，你即係唔係話創業板當然升完之後又回翻啦，即係快上快落啦。咁跟住大家會見到今年嗰個北證啊嗰啲都炒上去嘅，咁升。北證同期升咗6成啦，咁你跟住你見到創業板升咗3成啦，咁創科升咗4成啦咁樣。咁最主要原因咧就係其實今年咧中國整體嚟講咧，嗰個連嗰個內銀股都升埋。咁啊最主要就因為個信貸結構優化咗，即係優化咗，即係大家都唔使咁擔心個即係經濟就再衰退啊嘛。咁同埋咧15規劃之後咧就擴張咗，咁同埋個派息嘅紅利咧係冇減少，即係派息冇減少。咁特別嚟香港都一樣嘅嚇，嚟緊就大家會見到嚟緊12月初咧就即係啲內銀股就會除淨㗎啦。咁即係中國又攞大嚿錢出嚟派息。咁而個派息咧就連香港咧都個情況嘅股市都係嘅派息咧又有增加。咁其他就最差嘅咧就唔會減少，就維持翻嗰個派息水平。咁所以其實咧你話啲資金流吸引多咗去買股票咧，咁呢個咧就係國內咧。都係睇到咧，係大家都係追逐個利潤嘅啫。咁所以其實點解 A 股能夠承托咗上去咧？咁而今個月就大家亦都見到頭呢十幾呢兩個禮拜啊，中國股市同香港股市都嘗試再抽翻高啦。咁有理由相信咧，就外資嘅錢咧，就因為10月份咧，其實就有啲係走咗嘅嚇。即係你如果講緊有個別基金咧，就已經喺新興市場啲 ETF 都減持。咁但係最主要原因就係中美貿易戰咯。咁貿易戰完咗之後咧，似乎喺呢個月咧就反而係港股咧就上月初試咗個低位之後咧就再買翻上去啊，再買上去。咁你因為呢啲倉咧似乎就係加翻港股倉。咁當然啦，而家睇緊咧，中國講緊就繼續咧就係講緊就係講緊呢個嘅機械人發展。繼續咧，今個禮拜咧都好多嘅華為有大會啊，百度有大會，咁啊繼續係出去，即係繼續係喺度講緊自己嗰個產業嘅，咁同埋15規劃亦都係講緊個產業要創新啊，要領先啊嘛，係咪？咁所以咧，中國股市其實今個禮拜能夠創新高咧，咁似乎就係內外都配合到嘅。咁但係配合完之後，咁當然咧，中國因為個經濟數據唔好，咁乘機就借勢做一做喺高位就做一做調整啦。咁而中國喺外交方面就當然對日本啊高市早苗嘅説話就當然要打壓佢啦，知道中國人都冇去日本旅遊啦咁。但係中國本身嚟講，今個禮拜亦都見咗2個皇帝嘅。第一個皇帝係西班牙國王啦，就呢個費利佩六世咧，咁就簽咗好多個協議。咁中國就會買多啲即係西班牙嘅黑毛豬啦。咁啊跟住就反而就買少啲丹麥啊、荷蘭啊、美國嘅豬肉啦咁樣。咁啊跟住亦都會喺呢個嘅呢個寧德時代亦都會攞4000差唔多幾千億咧，就喺呢一個嘅西班牙咧，就起呢一個嘅起呢個嘅鋰電池廠啊。咁甚至乎咧就同西班牙傾緊咧，就係要中國咧派2000個科技人員過去，即係希望咧盡快能夠喺2026年咧達到增產。OK，咁呢個對西班牙當然重要，因為鋰電池第日喺全世界啊都係好重要噶嘛。咁所以咧，其實今個禮拜如果你見中國方面咧，咁繼續喺呢個15規劃就即係換道超車啊，繼續即係要講個時機啊，講個路徑啊，繼續去加強呢個人工智能嘅做嘢咧，其實係做緊嘅。OK，咁所以其實今個禮拜嘅中國股市咧，係沉頂之後咧就回吐翻咧，咁結果就大家可以睇下個禮拜咧嚟緊個情況啊。我似乎預到年尾嘅，即係中國股市唔使好大嘅刺激嘅措施底下咧，都可能會暫時都係仲
仲係有一個穩步向上嘅趨勢。咁當然啦，你有個頂位即係嚟緊下個禮拜可能會跟即係美國出現調整。咁但係我自己覺得調整咗之後咧，其實就大家都驚一樣嘢啫，就係嗱，中國而家講緊就唔減息降準啊嘛。咁啊美國咧亦都係講緊12月唔減息降準咯。咁如果中國股市咧就如果見到咧美國唔減息咧，可能會縮翻埋嘅。咁但係睇個情況咧，就似乎就都係上落高位上落市，但係似乎暫時咧就唔見到有咩嘅大回嘅勢頭啦，係咪？咁至於香港呢一邊咧，今個禮拜當然重要啦。咁因為香港今個禮拜你好明顯見到咧，就週初咧就唔係升將公佈業績嘅騰訊啊、Bilibili 啊嗰扎業績。咁特別咧就係話見到咧就你騰訊音樂甚至乎好業績公佈咗業績之後咧，啲人就懷疑佢未來嘅增長就冇咁強勁咧，咁所以就反而係掟嘅。咁但係你會見到咧其他嗰啲無論係匯豐啊、友邦啊喺香港嘅股市上高咧，都係掹喺個高位度嘅。咁啊跟甚至乎連東方海外啊嗰啲股票咧都升翻。咁啊加埋新地啊嗰扎股票咧，就傳統嘅股票咧係被買翻。咁似乎大家咧都係會諗緊一樣嘢，就係話覺得美國咧而家科技股咧可能升到呢個時間咧係需要調整啦。咁個資金流咧反而係去買翻一啲嘅落後嘅股票或者未創新高嘅股票。咁當然咧，你亦都可以咁諗嘅，就呢個做法可能就因為季節性去到你到12月年底啦。咁有啲大行咧都將本來係做緊淡倉嘅就平咗啲淡倉，就買翻上去就再重新開淡。咁即係因為覺得喺港股嘅跨度係應該會再向上多啲咁樣，咁所以傳統嘅管法咧都係做翻上去少少。咁呢個同因為大家本來喺過去嘅中國啊自從跌息之後咧，大家都係集中嘅資金咧就走咗去買一啲新進嘅股票，咁所以其實成個10月下期你哋大家會見到泡泡瑪特啊嗰啲已經出現調整啊，小米嗰啲已經出現調整啊咁樣。咁所以今個禮拜咧，大家就仍然係顯示咧，就大家都部署緊咧，就等啲科技股嘅業績公佈，然後就再部署啦。咁就反而喺呢個空檔嘅時間咧，係加倉港股咧，就反而係加倉翻一啲傳統嘅股票。咁但係睇翻個資金流上高咧，就香港嘅資金流就應該我未有收過新數據啊。咁全面嘅香港流入資金流咧，未有收到新嘅數據。咁但係睇個情況咧，就係喺美國嗰個。即係全球嘅基金嘅資金流咧，仍然係買緊嘅。OK，咁特別就係一半就買咗美國，一半就買其他市場。咁就所以咧，其實如果睇翻香港股市，因為嗰個即係你見到連賭股啊、金沙啊、萬洲啊、中銀國際嗰啲全部都升咧，咁呢個同派息咧有相當大嘅規模、相當大嘅意見啦。咁而今個禮拜亦都係瑞銀啊、花旗就會出咗個投資大會啦，喺呢個深圳做2日，就喺上海做2日。咁跟住瑞銀亦都會發表呢個亞太地區嘅展望報告。咁呢個報告咧，我都覺得可以大家預示翻2026年嗰個情況會係點啊？咁佢就話因為輝達冇晶片入中國啦，咁但係中國就自主研發啦，咁但係自主研發個芯片，咁跟住就中國咧可能喺呢個 AI 競賽上高咧就會同美國咧係會有一個排比嘅，就特別係因為個電力上高咧喺2030年之後到咧中國咧就覺得電力可以支持到個 AI 發展，而美國反而咧就支持唔到。咁而睇到中國喺個 AI 投資上高咧，其實就比較係節省啲，即係唔會話係亂放錢。咁嗱，如果睇翻今個禮拜連續係第六季嘅應該，騰訊公佈業績之後咧，發覺騰訊嘅業績咧係繼續向好，無論喺佢嗰個微軟嘅 AI，因為 AI 資助令個廣告收入增加啦，咁個遊戲機業務咧，特別係出海方面咧，亦都係增加咗嘅。咁啊加埋佢嗰個基礎業務咧，即係成個騰訊嘅業務咧嘅業績咧，基本上即係基本上係繼續係向好。咁所以你話喺呢個騰訊公佈業績之前咧，係啲人咧係平淡倉，就係見到，即係我哋淨可以見到啲人平淡倉。咁但係騰訊咧就喺出業績之前咧，當然係揈得好緊要啦，先炒上去266，即係先掟落640，跟住再上266，然後就再喺琴日呢個市跌咧就再頂翻個市咧，就喺其實騰訊就唔揸沽都唔俾你贏，約莫都係維持翻喺650蚊嘅水平。咁但係後出咗業績之後咧，大行就當然係睇嗰個報告咧，係睇騰訊係向好嘅。
咁當然啦，大家又唔會喺呢個時間咧，呢段時間咧就加倉去買騰訊嘅。咁縱然呢啲人認為咧，嚟緊2026年咧，即係中國嗰個 AI 嗰個發展係有25%嘅增長，反而覺得美國咧就可能個盈利咧係咪可以能做到個預估係咁多？咁嗱，因為實際上而家美國就唔賣呢個輝達晶片俾中國啊嘛，而其他嘅微軟啦，其他嘅人咧都如果佢交信去國會咧就話反對咧輝達嘅晶片咧就係賣俾中國 ，OK？咁但係會形成一個好特別嘅市場，就係到時咧中國咧就會另類，即係個芯片個制度就可能會另類一樣嘢，咁結果就反而令到中國就唔投入咁多資本落去即係買其他國家芯片，就自己自主研發。咁雖然可能啲芯片嘅良率或者甚至個功能係差啲，咁但係咪用多啲電力咯咁樣，或者用多啲嘅運算時間去補救咯咁但係仍然係中國喺呢個 AI 嘅發展上高咧，仍然係可以做。咁但係因為你正係因為一個就使好多錢係去加速嗰個 AI 嘅發展，一個咧就反而就因為得唔到嘅，即係嗱，如果你有好嘅芯片，即係有呢個輝達嘅芯片賣俾我，咁我咪可能嘥好多錢去買輝達嘅芯片。然後又係加速發展咯，咁反而中國而家就結果就按部就班去做嘅，即係你見到咧騰訊話公佈嘅業績咧就話嗰個 AI 嘅投資咧係冇再增加，反而係減少咗少少，咁但係就唔影響佢嘅發展啦。當然啲人認為就唔影響佢發展啦，咁反而見到中國而家騰訊公佈業績出嚟咧個 AI 發展咧係按部就班地去做 ，OK？ 咁所以其實呢個咧就對外國投資者嚟講咧就反而滿意喎。咁嗱，當然啦，你話 AI 發展而家都係兩大巨頭啦，咁就騰訊同埋呢個嘅係騰訊同埋阿里啦咁。咁阿里未得嘅嚇，因為阿里就未公布業績。咁阿里其實今個禮拜咧香港股票咧係炒過一轉好誇張嘅，大家會見到咧北水咧就玩遊戲機一樣，一路咧週初就係咁個市升，但係就頂住個市唔俾升上去，就沽阿里。咁沽到咧禮拜4嗰日咧，突然間咧就個市上晝咧就得184點波幅嘅星期四，咁啊波幅好窄嘅。咁但係港股咧就沉頂去到26,900，咁跟住咧就星期三就曾經試過衝上27016，咁期指就上到去27070啲嘅27067嘅水平啦咁樣。咁跟住咧似乎外資咧就唔係買科技股，係撳住個科指沽科指就買住其他。咁沽科指可能都係阿爺沽喎，咁啊係沽住隻阿里。咁而阿里究竟幾時公佈業績咧？我亦都揾唔到，直至到琴日先公佈阿里係11月25號公佈業績，即係話喺嚟緊呢個係27號期指結算前2日公佈業績。咁跟住星期四發生咩事咧？星期四就係話呢個阿里咧就出咗消息，就話佢計劃咧就 AI 咧就全面改個 AI 個名，就直情改到通義千問咧改到同呢個 ChatGPT 一模一樣。咁甚至乎就係而家嗰個就免費啦。咁但係其實阿里咧就計劃緊咧做嗰個阿里巴巴 .com 嗰個啲人工智慧嘅訂閱服務 AI model 咧。咁個 AI model 咧就係會幫你係提供一啲信息，咁就取得嗰個AI 嘅幫助。咁計劃咧就係每月收20蚊美金，或者收99蚊美金。咁其實即係話呢個咧AI 之助，而家就大家要問，其實騰訊嗰個業績啦，大家都滿意啦。咁就大家會個遊戲機啊、資本開支啊、同埋廣告收入啊，同埋而家嘅投資組合上高咧，都對騰訊滿意嘅。咁問題就問緊究竟阿里啦，有啲人就話阿里因為第一阿里、京東同埋美團咧，就大家呢三塊股票咧，都會出現個問題，就係話因為喺度鬥外賣嘅業務係令到出現虧損。咁啲人話阿里咧去到2026年尾，然後先會平衡，即係嗰個先會平衡嘅。咁跟住咧，京東就話俾你聽，我仍然係燒緊錢，我今年係賺少咗錢，咁但係咧就會幫到我其他嘅京東業績出嚟咧，就話我會幫，即係京東業績出嚟咧都係勝預期。咁同埋咧就話，因為啲拓展呢個嘅京東外賣，即係外賣業務咧，係幫到我其他嘅行業。咁甚至乎京東而家就係話打造間公司咧，就再擴大嗰個營銷啊嘛。咁最主要就係話繼續咧就搞多啲咧。咁京東亦都講緊自己呢個國民之車啊，即係買就會出埋車啦。
咁如果你係租電池嘅咧，就即係每個月再交一電池要交費嘅咧，你就可能咧就係每個月就俾300幾蚊租電池，咁嘅費用咧就你架車咧車價係5萬蚊人民幣樓下，係國民之車。咁跟住咧，如果你成架車連個電池買咧，你就可能要去8萬9千蚊，比預估價係10萬蚊咧係平嘅。咁小型汽車佢都做埋。咁所以京東咧就基本上而家暫時係冇焦點嘅，全面擴展，咩都做，甚至乎佢話佢可能會做埋銀行業務咁樣，即係金融業務咁樣。但係睇京東個情況係點啦？咁但係大家對佢嗰個俾嗰個勝預期嘅業績咧，亦都唔係話好沽京東嘅，即係大家都即係知道佢喂，因為你勁即係外賣補貼問題，咁令到佢個業績麻麻地嘅。咁但係出翻嚟咧，反而就因為大家就冇好做好倉，咁所以亦啲淡倉就即係冇人去插佢啦。咁即係唔會好似騰訊音樂咁一出嚟就俾你插啦咁。咁而百度咧，亦都係通義千問咧，就講緊自己嚟緊咧都會出呢個嘅 H100同 H300嘅芯片喺2026年同2027年啊。咁個大會本來就係好嘅，即係講緊嘅嘢，即係咩機械人啊、接線芯片啊、芯片自己研發嘅芯片啊，同埋嗰個 AI 嗰個接線嘅問題咁有講。咁但係最老土就係佢個大會咧，竟然係斷線嘅。咁佢解釋嘅理由就話佢自己攞條專線去做，咁結果咧就出現黑屏嘅現象。咁後尾就用翻個 WiFi，用翻嗰個WiFi 咧，同埋即係用翻個 WiFi 系統咧，即係做 G5嘅通訊咧，就反而可以即刻睇翻。咁結果咧就當然啦，即係你個大會咁流口水，咁當然就令到呢幾日百度嘅股價咧係受壓力嘅。咁同埋佢百度亦都承認啊，李雲儀亦都承認，因為初佢發展 AI 係閉環處理，咁唔同 DeepSeek 啊，即係唔同 DeepSeek 開環。咁結果閉環就當然係即係最早做係佢，咁但係最遲有收穫嘅就當然係佢啦。咁所以啲人咧就結果就佢講完之後咧，就對百度嘅股價就成咗一啲壓力嘅。咁而家市場就當然要問啦，究竟阿里而家個雲業務係咪咁好賺咧？咁冇人知喎。實際上真係要去到25號然後公佈業績先知。咁所以阿里咧其實就當佢而家已經其實阿里嘅利好就係佢而家已經可以喺通義千問上高就銜接，即係做到類似 ChatGPT 咁樣。咁而家仲可以話去收錢添。OK。咁另外而家佢個 AI 係咪可以幫到個淘寶買嘢，即係淘寶購物平台？咁因為而家大家都知道啦，阿里嘅外賣平台就冇咗噶嘛，而家就變咗阿里一個平台就叫外賣同埋買淘寶都係嗰個平台噶啦。咁如果你叫外賣同埋買淘寶，咁而家就交易見到嘅中國而家喺嗰個外賣仔業務上高咧，就個成交量就已經減少啦。因為點解咧？因為大家好明顯就大家唔再送茶飲啦嘛。咁你唔送茶飲，咁梗係個量少咗啦。咁但係個價單係多咗。咁點解個價單會多咗咧？大家可以聯想到，即係無論京東又好，淘寶又好啦嚇。咁最主要原因就梗係大家就會借呢個嘅外賣平台，咁跟住就涉入去買嘢啦，係咪？咁至於阿里會唔會做到好似亞馬遜咁樣，直情喺呢個嘅 AI 嘅 Angel， 即係有個 AI 嘅經理人咁，佢介紹你買嘢咧，咁而令你嗰個淘寶嘅業務個上升咧咁。咁呢個亦都反映喺雙十一字咧，其實就已經去到極限啦。咁反而啲人咧就似乎已經係去接入呢個外賣平台，跟住再入去呢個購物平台度去做買嘢。反而雙十一節咧嗰個氣勢反而就慢咗嚇。咁但係都係有增長嘅，都係增長。雙十一節都係增長14%嘅。咁嗱，所以其實睇而家嘅情況咧，就阿里個業績咧就對中港股嘅後市係相當重要。點解咧？因為你擺到明，你早阿爺就趁騰訊嗰部業績前咧，就先質落去，然後就借消息咧就炒上去，咁啊好誇張噶。阿里星期四係跌到133.3，咁跟住咧就再夾翻上166蚊樓上。喂，你即市嘅牛證啊，竟然係可以點咧？可以係升1倍。咁嗱呢個咧夾倉咁當然啦，你話表面就睇夾阿里倉。咁實際上因為你沽空買翻啫嘛，係咪？咁而你沽空買翻最大嘅原因咧，就睇到嘅情況咧就係夾死咗外資啦。咁第二就係話你沽空買翻，咁你個問題就沽空咗咧，就再沽空翻落嚟。咁究竟喺即前而家呢個阿里沽空落嚟，係咪大家都沽落嚟想買咧？咁嗱呢個問題就好得意啦。咁如果要想買，咁大家如果買咗牛咁點咧？咁梗係想殺你啲牛啦。咁所以琴晚咧夜期咧相當奇妙啦，即係阿里咧就直情喺呢個嘅
嗰個股價咧，就大家會見到喺美國嘅股價咧係直情係被釘啊！咁點解會咁咧？喂，咁你講翻個精神神就因為琴晚就有段新聞出嚟，咁其實都幾個搞笑嘅，就係話呢個嘅阿里咧就係會幫助呢一個嘅軍方啊，涉及呢個軍方就特別係阿里咧就即係白宮嘅備忘錄啊，就阿里協助軍方咧針對美國嘅行動，咁搞到咧阿里巴巴琴日嘅股價咧係跌穿85蚊㗎，即係喺美國收市，即係跌收149.47。咁當然呢個我自己覺得就係無稽之談啦，甚至乎係咪真係因為星期四嗰日阿里外資俾人夾咗一棍之後，跟住咧就琴日專登出山燒出嚟打翻落去咧咁？咁如果你揸住149蚊嘅牛咁，可能危險喎，星期一翻嚟會唔會殺咧嗱？咁我都好有興趣星期一睇下情況。咁但係似乎咧就外資同埋美嗱，即係其實而家個形勢就係、如果講大家睇咧，就覺得中國嘅 AI 發展咧，無論喺電力方面同埋嗰個按部就班嘅工作方面咧，其實係睇到咧係較安全嘅，即係冇咁好大嘅投資啊嘛，即係唔會做到一個疑問就係好似美國咁樣，究竟我投資同我回報率成唔成正比，同埋有冇呢個回報率 ？OK， 嗱咁個問題啲人咧就覺得嗰個嚟緊個 AI 個再發展落去咧，即係2026年咧個增長咧，中國可能係比美國更加優勝。咁如果係咁的話，嚟緊呢個11、12月咧，更加要撳低個科指嚟買啦，係咪先？嗱，呢個就唔係我講嘅，係花旗講嘅。咁而家嘅問題，究竟阿里個業績係點咧？咁似乎而家就亦出業績之前又最日嚟咧，中國就最衰㗎，即係衰格啦，就又唔講幾時公佈業績嚇，咁跟住咧就等騰訊公佈業績，然後即係先至同步咧講阿里幾時公佈業績。咁究竟你部署買定沽咧？咁啊點做咧？咁而今個禮拜咧，香港咧亦都係有大家會週初咧見到呢個市係咁升，咁但係阿爺北水係咁沽嘅。咁但係自從琴晚夾翻個頂之後咧，個市一跌落嚟，阿爺就轉翻頭咧就係咁買。咁但好明顯就係買翻騰訊同埋阿里嘅。咁啊之前咧就係咁沽隻阿里。咁啊嗱好有趣嘅交叉玩法嚟嘅。咁呢啲其實冇乜特別嘅嚇，即係對我嚟講，大家就會明，即係去到一個季節性，去公佈業績入邊啲大價股，咁大家就梗係博弈㗎啦咁樣。咁而中國香港股份呢個成交減少咗，咁就點解咧？咁週初亦都有啲大行就講嘅，香港如果北水佔香港嘅成交量跌翻落40%咧，咁香港嘅股市呢個升幅咧可能甚至乎咧係去到呢個嘅3萬點咁。點解會咁講咧？即係其實就係呢個定價權同埋莊家制嘅問題。即係話你想將嗰托上去，咁如果我幫你托上去，跟住你北水喺度沽，我點搞咧咁？咁但係今個禮拜大家亦都有數據睇到咧，就係香港咧今年咧流到今個禮拜咧就係有北水流入香港咧1.3萬億㗎啦。OK， 咁而北水由開始初到而家咧就流入咗港股5萬億。咁當然咧對中國嘅宣傳就話，我哋咧喺流入咗北水流入港股咧超過5萬億啦，咁咧就達到一個新台階啦。我哋對香港股市嘅定價權咧就更高啦咁樣。OK， 咁當然係咁樣自己講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對外資嚟講，喂，咁你成日同我喺度博弈，咁我梗係興㗎嘛。咁所以點解阿里巴巴有啲咩消息同壞消息咧？咁當然啦，你話我喂，你係咪雲圖？你咪亂噏㗎咁樣。嗱呢啲咧當然啦。你無端端點解會有咁嘅消息出嚟？咁大家自己諗啦嚇。咁個市場博弈，我親眼坐喺度睇住，係咪先？咁你啲牛可以啲牛可以1小時之內升1倍 ，OK？ 咁夾咗個頂之後，恆指今個禮拜咪就係星期四夾個現貨夾個27188或靚，即係其實可以基本上砌上去咁滯嘅，即係幾好記啊！啲蟹位幾好記係嘛？咁啊期指咧就夾個27202咁樣就蟹位。咁所以琴日美股跌咧，咁阿爺就唔錫㗎，個市阿爺就跟手幫手沽落嚟啊，沽落嚟就總之頂住個 ES 喺週期完結算喺26,700嘅水平就算啦。嗱，點解會咁咧？因為其實大家都鬥喺度理冇高龍低，咁又加美股又造成咗一個跌勢，咁所以港股咧其實就一路升上去就驚，咁但係外資就擺到明就係我要你買你上去做開，即係阿爺就唔想俾人高位開個淡，要個高位開淡咧我做 ，OK？咁結果就當然好醜陋啦！你單日咁樣夾隻阿里，夾10幾蚊阿里咁樣10幾蚊啊，100幾蚊恆指咁一路將個市推上去27,000，然後淨係做翻沽落嚟。咁但係你無論點睇到咧，咁星期五嘅跌市就造就咗沽空嘅
沽落嚟嘅贏錢啦嚇，即係沽落嚟又係賺錢啦。咁所以就咁啦。所以外資就話，如果你北水啊，即係嗰個喺香港嗰個量化交易減翻到4成嘅佔比，咁可能對港股後市更好咁。嗱，即係其實呢啲都有暗示性嘅，相當暗示性。咁大家明就明，即係個股市嘅博弈，大家明就明。因為股市博弈而家我哋老散就喺度求其我哋跌，我哋落去捉條魚啫嘛。即係可能我哋根本直情話唔係攞魚竿釣魚嘅。而家我哋即係唔係攞用支魚竿釣魚都可能條脷多啲嘅。我哋可能只係企喺個沙灘邊。即係佢喺沙灘邊度揾個網仔去撈條魚仔嘅啫嘛，因為實際上你而家大家都知道，你啲 ETF 又咁龐大，對沖又咁勁，係咪先？咁你所以其實大家見到個問題就係，即係個資金流每日個波幅咧，其實都係大會喺度互相博弈嘅嚇，即係大家會完全可以睇到嘅。咁當然啦，香港亦都會跟翻外圍消息啦。咁如果情況就係個金融市場又要激活啦，咁你冇辦法，咁所以你話量化交易去做，咁大家會明白。咁所以其實年尾咧就大家會遇到咧，港股係唔會太多新資金流入㗎。咁但係個問題就雖然唔太多新資金流入咧，但係大家會見到一個情況就係，仍然咧就大家估算啲公司業績。嗱當然啦，你後市而家你睇騰訊嘅業績，就大家已經提升咗佢嗰個目標價㗎啦，提升到750幾蚊㗎啦。咁呢個合理嘅，因為你真係騰訊係連續多季都係個業績咧係勝預期，咁同埋咧就嗰個沽空比率亦都係減少。咁其實港股踏入11月之後咧，如果你有留心睇翻呢2個禮拜嘅沽空比率咧，港股縱然你2000億成交又好，2700億成交都好，個沽空比率都係30幾零億港紙嘅。其實港股係冇沽空嘅，咁所以你話港股能唔能夠再有個衝頂27381咧？我諗係會有機會見嘅。咁但係你話有行得多幾遠咧？咁個情況就似乎要交波咧，就交翻去俾呢一個嘅美國，究竟12月能唔能夠減息啦？嗱，美國12月能唔能夠減息咧？其實都係一個非常之有趣嘅問號嚟嘅。點解咧？咁因為你而家講緊呢個月美國政府係講停擺啦，咁美國政府講停擺之後，咁大家會見到咧就一片開心啦。咁特別就係見到咧就嚟緊聯儲局嘅官員咧，就可能有啲官員咧都可能會離任，特別就星期二就宣布呢個嘅坎薩斯州行長啊，咁有個黑人咧，即係係咪坎薩斯州亞特蘭大聯儲局主席咧呢個嘅博斯蒂克啊，咁黑人嚟嘅，咁佢本身係一個承認自己係同性戀者咧，同埋佢自己喺任內咧都因為做冇呢個嘅利益決議前咧就做咗154筆交易咧被查出嚟，咁都俾人非議。咁雖然佢嗰個量化交易可能係經紀幫佢做嘅，未必係佢自己做，咁但係就顯示佢就都可能就有喺個名譽上都有瑕疵啦。咁所以佢就嚟緊出年2月28號咧，佢就唔會再做噶啦，即係唔會連任嘅，即係唔會要求連任。咁嗱，佢唔要求連任，當然就會令到聯儲局即係嗰個嘅理事咧就會即係嗰個官員咧又會有一個空缺職位。咁啲人就會覺得，喂，咁特朗普咪有空間可以任命翻個自己友落去做，咁啊，所以會加大呢個聯儲局嘅鴿派方式咧咁。咁但係似乎咧就呢個消息出咗之後咧，就聯儲局係有所博弈嘅，我自己覺得，因為接下來咧連續幾個聯儲局官員出嚟講咧，就出嚟講就話我哋12月係唔支持減息。點解咁講？令到聯儲局令到聯儲局嗰個減息機率咧就跌得唔夠1，即係由週初嘅67%就跌到得唔夠一半，得49%。咁當然啦，仍然係12月有減息嘅希望嘅。咁但係點解會咁做咧？咁而聯儲嘅官員究竟係攞得咩藉口咧？咁而家結果阿 Stephen 米蘭就話要減一半嚟咧，冇人睬佢嘅。咁最主要原因就係因為咧白宮突然間喺週中咧就走出嚟講，即係停擺完結啦。咁啊，大家即係過到啦。咁樣嘅時候咧，就大家就話即係聯儲局可以放翻水出嚟啦，出翻糧啦咁樣。咁又都可以唔使啲錢咧谷晒喺聯儲局啦咁樣。咁但係個問題就係白宮就話，喂，嚟緊，喂，因為停擺係超過咗40幾日。嗱，如果你停擺過往係20幾日咧，你可能會即係追及翻喺翻嚟工嗰幾日咧，就嗱嗱聲去揾翻啲數據。咁咧你就會令到呢個嘅政府咧就可能會有出到乜嘢咧？出到嗰個出到個數據出嚟就話究竟呢個經濟數據咧就會補翻。咁但係聯儲局就話，喂，唔係喎，即係唔係喎，嚟緊可能我哋未來咧係10月
嗰個經濟數據咧，就 CPI 啊係永久缺失喎咁樣。咁啊呢個合理喎，因為你當時冇人去問嗰個數據，咁你點會永久缺失？咁但係其實就當咁樣做係好大鑊嘅，因為點解？因為你完全喺個數據上高，你銜接唔到啊。究竟你美國通脹率係上升緊定跌緊咧？咁你如果斷咗一個月嘅數據，咁條 curve 點畫咧？計唔到啊嘛。咁所以咧，而家咧就啲人咧就即刻就覺得，喂，你美國經濟數據都話俾唔到我哋，所以啲人就覺得咧12月嘅減息機會突然間就會大跌。咁而家當然啦，咁聯儲即係白宮啊補救緊啦。而家就講緊咧，嚟緊10月20號咧就會公佈翻9月嘅非農數據。咁嚟緊下禮拜4公佈9月非農數據，咁10月嘅非農數據點咧？咁跟住咧就26號咧就會公佈呢個，即係喺26號咧就會公佈呢個嘅 PCE 數據咁樣。喂，咁但係個問題，啲人就即刻已經意識到，喂，咁樣唔掂喎，你咁樣會影好大程度上影響究竟嗰個美國嗰個經濟數據會係點？咁嗱，如果咁嘅時候咧，咁咪會令到嗰個不減息嗰個不確定性咧就再提高。OK，咁因為而家大家以估算啊，即係有啲人甚至乎陰謀論到講咧，特朗普係專登令到停擺1個月，嗱，令到大家唔俾大家睇到咧，美國其實個失業率係升緊嘅。特別係個非農就業數據咧，可能係好差嘅咁嗱，啲人就因為咁樣咧而會估算咧美國可能會出現咧嗰個經濟衰退。咁同埋亦都有啲人諗緊咧，就係話因為你已經係講緊停擺，就損害咗美國嘅 GDP 一半啊嘛。咁所以美國第4季嘅 GDP 一定係滑落㗎啦。咁所以就週初就因為呢個嘅有聯儲局官員唔連任，同埋大家係準備慶祝呢個眾議院可以通過停擺咧，將個道指炒上去。咁喂，大將個道指炒上去，因為大家點解要將個道指炒上去咧？因為納指啲人就唔買。咁納指唔買嘅原因咧，最主要就係話呢個美國嘅芯片啊，個 CPU 究竟個使用率係可以用幾耐？嗱，其實美國而家個納指被掟咧，似乎就唔合理㗎，因為點解咧？有幾樣嘢啦。第一，大家就當然亞馬甲骨文嗰啲對負債比率咁高，大家都個違約掉期嗰個利率係咁升。咁同埋呢，因為聯儲局停擺，今個禮拜咧翻嚟係要拍債啊。咁星期二因為本身就美國嗰個債市休市啊，咁因為好似幾退伍軍人日嘅，咁所以今個禮拜焗埋啲債市咧，就喺呢幾日就拍埋15年、10年、30年嘅債都係要賣。咁但係賣咗個債之後咧，咁結果就當然令到咧星期四就因為結果咁樣嘅情況咧，因為啲人統計冇息減咧，結果星期四咧就美國嘅係股匯債三殺嘅。咁呢個咧就係其實特朗普係最驚嘅嘢嚟嚇。咁嗱，當然咧出現咁嘅情況，因為大家又對呢個嘅美國嘅科技股究竟啲人仲買唔買咧？咁係有所擔心，因為驚嗰個盈利冇保障，同埋有啲負債高嘅公司，好似甲骨文嗰啲，係驚佢違約掉期。咁但係如果講翻咧，另一個角度去睇咧，就點講咧？就係話美國其實嗰個 AI 嘅發展咧，因為全速進行緊㗎嘛。咁今日收市都仲講緊，喂，呢個微軟會喺德州咧攞400億美金咧，就起嗰個算力中心即係電力同埋配合埋啲電力嘅咁樣。咁其實如果講啲大企咧，美國科技大企係唔擔心嘅喎。點解咧？因為實際上佢哋嘅現金流係好充足，同埋咧其實每一次呢個科技去一個進階之後咧，大家就會對呢個芯片咧就嗰個產能咧就可能就要消化，即係話每一次個半導體去到一個階段之後咧，就可能產能過剩，就要回落，然後先再做。咁但係正係而家呢個11月咧，嗰個芯片嘅產能啊，係唔單止冇回落，係嚟緊2026年嘅需求係繼續增加，甚至乎而家講緊係低端芯片，就因為要應付高階芯片啊嘛，即係好似呢個台積電都唔生產啦，唔生產低端嘅芯片啦。咁呢啲係轉晒去中芯啊、華為半導體做噶啦。咁而家問題就呢個嘅美國咧就直情講緊，喂，個儲存芯片啊，同埋低端芯片個供應量都係不足，甚至會令到公司停擺。咁其實如果係咁計咧，應該美國嘅嗰啲半導體股係再升。咁所以你見到蘇豐資今個禮拜公佈 AMD 出嚟講咧，就永遠都係稀缺嘅芯片。咁呢個唔難理解喎。未來可能你話2030年可能 AI 已經係大成，咁你可能呢個芯片熱潮就去到可能2026年成年，或者甚至2027年嘅第一季，可能你個芯片都係有需求。咁而報稅講緊嘅嗰個 CPU 嗰個折舊率，
咁通常啲人就話：喂，你個 即係嗰個 CPU 個折舊率咧，可能係由3至6年咁樣。咁但係布殊話唔得㗎，因為而家你個 AI 發展得咁快咧，你只得3年啫。所以其實咧，你到時咧，你個資本投資你要發展 AI，你到3年之後你又要換過一批更加新嘅芯片。咁但係呢個我又唔擔心，因為大家而家見到係其他公司，所有公司都係發展緊自己研發緊芯片啊嘛，即係唔係話淨係，所以而家個市佔率啊，93%係呢個嘅輝達，即係喺 AI 發展上高。咁 AMD 咧只係喺佔比即係3-4%嘅啫嚇，即係大家可以咁比較嘅。咁但係蘇鋒之話俾你聽，喂，我哋做極都唔夠。咁呢個係現象嚟，因為實際上而家 AI 係全速推進緊啊嘛。咁所以其實大家而家對呢個 CPU 嘅折舊同埋呢個擔心咧，似乎就有少少咧係過分咗啦。咁當然咧，為呢個成勢呢個嘅納指承繼回一回，咁當然係咪好事咧？咁梗係好事啦，因為你納指回一回，咁你留翻個喘息空間。咁而亦都可以咁講嘅，咁你就可能會認為就呢個嘅嚟緊呢個19號就大家當然萬眾矚目啦嚇，就係呢個嘅輝達公佈業績。嗱，輝達公佈業績咧，其實大家就唔估計佢咧嗰個營收啊，可能由36升到45添。咁但係幾多咧？我唔喺度做演繹啦，因為我都唔係輝達嘅研究專家，相信你哋大家可能個研究多過我啦。咁但係而家個問題，我想講咧就係話輝達嘅業績好就應該㗎啦。咁但係好完之後會唔會被質疑咧？咁但係輝達個 P/E 係唔貴，咁同埋個目標價上調咗。咁係咪金轉褪個股市落嚟，然後做上翻去咧？咁嗱呢個咧，我自己覺得個可能性比較大喎，所以大家我自己又覺得係放心啲喎。同埋都有專家認為咧，逢喺每一個中期嘅拋售潮啊，係通常都係25個交易嘅。咁而家已經去到第21個交易日。咁如果加翻3-4個交易日，咪即係19號咯。到輝達收市後公佈業績咧，即係到20號。咁所以嚟緊下個禮拜週初咧，如果跟翻美國嗰個納指走勢咧，似乎係需要咧係可能仲有啲壓力嘅。咁當然咧，今日收市後已經升翻啦。咁點解咧？因為當然就係呢個嘅微軟公佈喺呢個德州發展呢個業務啦。咁同埋亦都大家會見到咧，下個禮拜可能微軟股價再升。咁點解？因為大家要見到13F 嘅報告出咗嚟，咁大家會見到咧就呢個巴郡咧就係減呢個蘋果 ，OK 繼續減持呢個蘋果，加速拋售蘋果。就第三季就賣咗4179萬股，咁跟住咧就加倉翻去呢個 Google 喎。嗱，加倉 Google 唔難理解喎，因為 Google 嘅 CEO 今個禮拜出嚟就接受個訪問，佢講佢自己而家做緊嗰個咧係唔會加大投資嘅，係按部就班做呢個嘅 AI 去發展。咁似乎佢嘅做法就似乎有少少似咩啦嚇，即係似呢個騰訊啦咁樣。咁就佢亦都講人哋就即係嗰啲加大投資嗰啲咧，你就反而令個回報率咧就低啊。咁你反而令到將來嘅股價就震盪。咁但係無論點都好啦嚇，即係呢個 AI 嘅發展咧係世代嘅。咁但係另一邊廂就當然睇美國啦嚇。嗱，美國今個禮拜同兩個國家咧就傾翻好個貿易協議嘅。咁同南韓就用3500嘅美元嘅投資嘅代價就換翻15% 嘅關稅。咁當然南韓就着數啦，咁啊受到美國保護啦。雖然李在明可能唔係呢個嘅特朗普杯茶，咁但係反微就唔係佢杯茶咧，咁樣反而特朗普反而係拉攏佢喎。高市早苗就慘啲啊，就俾阿特朗普玩啊，我自己覺得就咁。但係點解咧？李在明因為有少少親中嘛，即係中美兩邊走啊嘛，即係兩邊行啊嘛，中美兩邊行。咁所以咧美國就被減嘅15%關稅，甚至乎咧就俾造船業佢，咁唔介意咧就俾埋呢個核動力潛艇嘅技術。係俾南韓就幫美國做核潛艇，咁所以其實李在明就着數嘅嚇，即係如果睇翻而家公佈嘅着數。咁另一邊咧就係瑞士，咁瑞士亦都同美國咧傾好咗嗰個關稅，咁瑞士就覺得咧就同美國咧係做平衡嘅貿易，就換翻15%嘅關稅。咁另一邊咧就係話唔會即係瑞士唔會收呢個數字稅啦，即係唔會收數字稅。咁所以呢啲在咧同呢個微軟 Google 咧都係好消息。咁所以其實如果你話呢啲人咧就可能就會喺蘋果會跟翻巴郡走去沽啦，咁睇下星期一會唔會沽翻巴郡？咁跟住另一邊廂咧就會唔會咧就走去買翻呢個 Google 啊同微軟嗰扎股票啦，即係啲其他基金。
到時輝達翻嚟星期四，咁星期三啊，星期四知啦，即係星期三夜晚、星期四凌晨，我哋就知道輝達嘅業績係點啦咁。咁冇唔好噶，同騰訊一樣嘅，唔會唔好嘅。咁只不過就係話究竟佢嗰個魅力可以延續幾耐咧咁。而佢而家擺到明就係唔可以一蚊生意都唔可以同中國做。咁而佢嘅對手啊，亦都去國會寫信話反對啊嘛咁樣。咁所以其實黃仁勳都冇乜計㗎啦咁樣。咁但係個問題佢生意唔有做啊，咁同埋佢而家亦都閉環處理，不停去投資其他嘅公司嚇，即係去發展佢將來嘅 AI 王國。咁所以就再睇下究竟今個禮拜黃仁勳出嚟又有啲乜嘢公佈業績之後咧，有啲咩嘅見大家啦咁樣。所以呢個市場關注。咁所以其實而家講緊美股呢個納指嘅調整咧，其實係好事嚟嘅。OK。咁當然啦。就大家亦都會睇睇美國而家本身嗰個經濟狀況會係點。咁其實有啲人已經講緊，喂，而家呢個加拿大咧，今個禮拜咧嘅會議紀要咧就講緊個減息週期完咗啦。對加拿大嚟講 ，OK，嗱呢個要警醒啊，因為如果咁的話，美國係咪跟住都可能喺嚟緊係要衰退性減息咧咁，甚至乎係要再重新喺2026年第一季放水咧咁。咁因為大家會見到咧，其實美國而家有啲人講緊係蕭條性繁榮。咁最主要原因咧就其實咁美國係嗰個我哋見唔到非農數據咧，都睇唔到失業率啦。但係我哋而家睇到咧就係話，因為呢個嘅美國而家呢個停擺咧係付出咗政治嘅代價。嗱，呢個政治代價就係話每個禮拜就損失咗150億美金啦。咁其實就累積損失係超過800億美元嘅。咁所以呢個 GDP 跌咧就一定係嘅。咁而兩黨之間咧，就究竟有冇人係攞到分咧？咁即係停擺43日咧冇攞到分嘅。咁點解咧？呢40幾日就冇攞到分，因為大家都係差。咁最主要原因就係因為你呢次係長，同埋比之前更差，即係比之前嗰個大家嘅結果係冇贏家。因為點解？因為而家你只不過將嗰個平價醫療方案咧，就將佢嗰個投票咧，因為未到期噶嘛，佢12月先到期啊嘛。究竟出年仲俾唔俾咧？咁而家係講12月中再投票，咁但係問題12月中如果你再投票之後你過唔到咁點咧咁？咁啲人預計1月30號美國政府又再停擺。喂，如果你再玩呢個遊戲再玩落去咧，其實就對美國好傷啊！點解咧？因為大家而家見到咧，美國股市其實就升咗，即係喺點講咧？即係喺過去呢一段時間啊。即係標普500指數上升，咁因為今年只係升咗16% 啫嘛，咁但係你同期見到個市值增加咗8萬億美元，咁而8萬億美元咧係掌控喺咩咧？掌控喺20% 嘅人裏邊揸咗有 AI 股票嘅人。咁其實大家會睇到喎，你點解美國會有4000萬人要攞糧食救濟？因為如果你平時我哋唔知嘅，因為停擺咗之後，我哋會知道原來美國有成差唔多4000萬人咧就係攞糧食救濟。咁而個問題，因為實際上啲人有錢嘅人啊，即係2成嘅人就掌控咗9成嘅股票啊嘛。咁跟住咧，多個大企業啦，或者係私人有錢嘅人啦，就會賺，即係因為你個政府不停喺度吹噓個 AI 嘅繁榮，要揾資金流去拓展個 AI 嘅發展，令到個股價係有買貴就冇買錯，係咁升。咁結果你個流動性就係美國嘅一個通脹。即係個零售銷售好似好繁榮咁，但係就只不過就係話係 AI 股有 AI 股票賺到錢嘅人咪繁榮，咁冇 AI 股票嘅人就唔掂咯。咁所以你見到而家美國其實喺嗰個流，即係雖然數據冇出嚟咧，咁但係啲人計緊咧，美國而家個租金係跌緊嘅。美國嘅窮人咧係唔掂，即係美國嘅窮人咧生活好艱難嘅。咁因為今年，所以其實見到啲香蕉、牛肉、大豆咧，嗰個咖啡咧，全部個漲價好誇張，香蕉升咗7成，唔係香蕉係升咗7% 價格，牛肉升咗15%，咁而呢個嘅咖啡升咗19%。咁所以琴晚特朗普咧就走出嚟宣布咧，就話呢啲嘅關稅，牛肉同埋咖啡嘅關稅咧係減少。嗱，所以其實美國而家個經濟結構咧係有問題嘅，即係大家會見到嚇。咁因為呢個停擺係突顯咗出嚟，咁所以其實大家會對美國嗰個經濟增長咧，就似乎美國股市對美國股市係會構成壓力。呢樣嘢合理嘅，因為實際上大家雖然 AI 嗰個發展可能仍然係充滿信心嚇，咁你見到巴郡都肯買翻去 Google 啦，咁但係實際上同埋美國亦都唔輸得。如果呢個 AI 嘅發展上高輸咗咧，就可能輸埋俾中國嘅，再輸埋就唔得了。咁所以咧，其實
一定咧就美國股市就唔跌得，要砌住上去。咁而呢個砌住上去咧，就究竟你配合到冇美國經濟咧，同埋個貧富懸殊個差距越拉越闊，咁點咧？咁嗱呢個大家就唔使質疑嘅，即係特朗普係唔會理呢啲嘢嘅。特朗普梗係佢繼續係支持住商人去揾錢去做呢樣嘢咁樣。咁所以今個禮拜嘅美股嘅震盪咧，咁大家就留心下個禮拜四呢個輝達公佈業績之後係咪會完結？咁同埋嚟緊就等下睇下嚟緊睇翻9月份嘅非農數據啦，即係但係佢已經係事過境遷，已經顯示唔係咁重要啦。咁但係美國嘅經濟數據缺失，會唔會令到美國即係科技即係美國嚟緊嘅12月再會有一波嘅下跌咧？會造成一個下跌咧咁呢個咧就真係睇美國12月尾能唔能夠減息。咁如果計食個減息機會係細，咁都唔係壞事嘅，因為你嘅減息機會可能去到1月咁。但係最擔心嘅就係話，究竟你個減息係咪會出現一個情況，就係你個減完埋1月就冇得再減。咁如果你因為真係個關稅令個通脹上翻，咁點咧？咁當然呢個存疑好多問題，因為你12月尾可能個美國大法院又會公布究竟你個關稅係唔合法咁。如果啲關稅唔合法，咁特朗普又可能對收個別關稅又再調整啦咁。咁所以其實咧，特朗普而家係搞啲手段咧，其實對美國人本身嚟講咧，係壞處多過好處，對自己美國嘅就係生活嘅美國人。咁所以呢個咧，其實美國人自己感受到嘅。OK，咁但係個問題，似乎而家冇辦法即係國家資本主義，美國就更加多去即係白宮啊，更加多介入去美國嘅各方面嘅產業。今個禮拜如果大家睇新聞，亦都有講緊嘅，即係美國似乎咧就係可以做到呢個磁鐵啦，即係話自己可以本土生產到個磁鐵，就唔需要太靠中國去生產啦。因為曾經講過中國唔賣磁鐵俾佢咧，美國直情連摩打做唔到，跟住所有嘢生產唔到。嗱咁總之個情況咧，中美方面咧，香港博弈緊咧就唔使講噶啦嚇，即係個股票市場，大家今個禮拜咧睇得好清楚喺度博弈緊。咁嚟緊下個禮拜香港就繼續會睇公司業績公佈啦。咁星期一就有呢個嘅吉利啦、小鵬啦。嗱咁小鵬吉利嗰啲當然受關心啦。咁特別係小鵬個機械人係咪即係出嚟之後再好似上次咁成功咧？嗱，因為小鵬嘅上升係因為上次嗰個機械人展示成功啊嘛嚇。咁星期二到百度業績啦，咁百度業績就出嚟投資出嚟講咗個大會之後，咁反而我得到個反效果。咁出咗業績之後咧，會唔會救得翻啲咧？咁小米亦都係嘅。咁小米咧就會公布業績。咁嗱，小米公布業績咧，咁大家當然係焦點去睇佢究竟啲車交唔交付到啦，能唔能夠提早交付啦？如果提早交付嘅，咁啊當然就對小米業績爭好遠㗎。小米如果能夠喺今年2025年提早交付到佢啲SU7 汽車咧，咁其實對佢個盈利相差係相當之大。所以啲人咧而家就擔心佢做唔切，咁所以咧就驚，所以就將個股價執咗落嚟。咁但係佢呢邊廂咧就搶咗 DeepSeek 嘅羅福利喎，咁啊將個呢個嘅驚人即係設計呢個 DeepSeek 軟件嘅羅福利咧，其中一個人咧就去咗小米度翻工，咁睇下又會有咩嘅吹噓同埋演繹啦呢個。咁星期三就快手啦，就一路積弱緊嘅快手，咁睇下大家都可以睇下快手點解積弱啦。咁另外金山軟件，咁金山軟件咧預咗應該好喎，因為點解？因為而家你全部填表，即係你外國人都可能要買金山軟件喎，因為你用金山軟件去交中國嘅進出口方啊嘛。如果你唔係就唔收你噶嘛，係咪先？咁跟住星期四就領展啦，咁領展同埋聯想啦，咁呢兩間公司冇乜期望啦咁就嗱個故仔就係咁啦。咁所以咧其實大家會見到咧，今個禮拜咧個港股咧係做好嘅。咁我相信係有外資資金即係基金流入向港股啦咁樣。咁但係咧就大家對嗰個美股嘅科技股震盪咧係即係見到嘅。咁所以港股咧科指係擺到明係弱於，即係大家科指最高大家知咧係上到6000點啫嘛。科指係弱於恒指同埋國指嘅。咁你話國指同恒指有人買唔合理？點解咧？因為我買翻啲內銀股嚟收息啊，大佬12月頭除淨啊嘛咁樣。咁所以嚟緊咧個港股係唔平凡嘅，因為你講緊12月中又到恒指新指數換季，咁富時羅素又要換季。咁我預計下個禮拜 MSCI 指數換季咧就買嗰陣做咗噶啦。咁就會唔會做沽咧？咁做沽究竟係會唔會沽科技股咧？如果講翻其他大行睇咧，就中國即係特別係頭嗰幾間公司，即係騰訊、阿里呢兩間啦嚇，即係或者都到時睇下有冇埋百度啊諸如此類啦嚇嘅公司咧，就其實咧就係優勝過美國嘅，可能啲科技股啊，即係持倉可以持倉
嘅情況咧，比美國嗰啲咧更加安全。OK，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外資會唔會加倉喺香港嘅科技股啦？如果係的話，咁就科指就可能會再有12月就可能再一波升啦。咁如果冇的話，咁啊但係就做夠咗啊，似乎即係似乎港股喺冇跌嘅情況底下，就壓低咗個科指去吸貨。咁吸貨而家第一隻就當然大家唔會有意外，就騰訊業績好，咁唔係意外啦。咁至於其他啲點咧，咁特別係阿里特別阿里，大家睇睇阿里係點。咁就個情況若果係咁啦咁就嚟緊港股，我相信嗰個交易量會大翻嘅，即係唔會靜嘅個市，唔會靜。咁美國會唔會再被吹噓到要經濟衰退咧？咁呢個就係問題啦。因為你停擺咗之後咧，個後遺症係點咧？咁呢個貧富懸殊搞到咁嚴重，咁你係咪再揾啲錢去谷呢個嘅納指咧？咁嗱，周中係曾經嘗試過㗎，即係同香港一樣升下啲傳統股票。咁你收中見到花旗美國幾大銀行股係全部創新高㗎，咁但係冇用啊！升完之後，呢兩日一震落嚟就即刻跌翻晒。咁似乎啲人都係買翻納指多啲啦咁樣。咁情況係咁啦，咁總之咁嗱，所以嚟緊咧下個禮拜咧，我自己睇個市10天線啦，就應該有支持嘅，即係26,000，即係暫時26,400嗰啲位應該有支持。咁琴晚夜期都係呢啲位。咁就阿里呢單嘢，我覺得係笑料嚟嘅啫，即係未必係真㗎啦。咁港股26,000邊阿爺應該頂嘅，因為琴日北水已經係大量買翻。咁就其實琴日有基金買嘅，因為實際上今個禮拜本身係要6隻新嘅 ETF 咧出嚟嘅。咁琴日我覺得係琴日出嚟買嗰啲 ETF 係有錢買咗嘅。咁所以港股咧，我唔擔心嗰個資金流入嘅，亦都亦都睇唔到有沽空加大。咁但係當然啦，你一衝頂就自然有人喺度執翻落嚟㗎啦，因為所有嘢都未公佈啊嘛。咁個市亦都未去到收集晒所有嘅公司業績，然後再炒上去派貨。咁甚至乎係好希望執低翻個市，走去買啲即係唔俾你踢上去，然後就買翻啲收息股嚟收息，因為香港啲收息股似乎都係幾好嘅現象啊嘛。咁嗱，所以港股咧就我覺得暫時穩陣嘅。咁需唔需要話雙頂回落啊？咁再見呢個27,000點啊，幾唔穩啊？跟住個市跌翻落25,200啊咁會唔會咁咧？咁呢個講唔到啦因為點解咧？因為實際上圖形係咁睇嘅。咁但係大家都知道啦，圖形同呢個即係嗰張圖係呃你嘅啫嘛即係如果你信佢咪信佢咯，你唔信佢啱嘅時候你咪話佢啱咯，佢唔啱嘅時候你自然話佢錯。咁但係如果我睇翻實際上嘅經濟嘅基調咧，係偏好啲嘅香港股市係偏好啲。咁就美國股市咧，納指都唔係問題嚟嘅。咁但係美國咧就會唔會因為特朗普而家咁樣玩咧，將成個國家嘅醜態就擺咗出嚟。咁呢個危險㗎，因為 MSCI 指數究竟係買定沽咧咁。對美股嚟講都係咁都要換季㗎嘛，大佬。雖然正9月係有成1000億嘅錢入咗去美股嘅，咁10月有幾多咧就睇唔到啊，我睇唔到，即係啲數冇數出嚟啊。咁去到而家嚟咗11月頭咧，反而啲人係沽緊啦，係好明顯㗎啦。咁即係10月做完孖完個價之後就沽緊，咁沽完會唔會再買翻咧？咁如果對 AI 發展有信心嘅，咪買翻咯。咁而家你睇到巴郡都係冇肯買翻微軟㗎，就只不過沽蘋果啫嘛。咁所以咧其實對美國嗰個納指嘅消息咧，我自己覺得都係冇壞嘅都係冇壞。咁如果輝達公佈完業績之後，大家都係證明嗰個芯片嘅需求咧喺2026年咧都係好殷切的話，咁你輝達個股價應該都係再升啦，係咪先就係咁啦。咁所以咧就報稅自己都將間個基金咧都 close 埋佢啦，即係將佢閉環咗㗎啦。咁即係再沽空都唔俾你睇嘅。咁所以其實報稅講緊嘅言論啊係雖然話點火點着咗啦咁但係我自己反而覺得就即係適當嘅調整啦，咁即係好事啦即係適當調整好事。咁就美國仲未最緊要就係美國減息週期未完，同埋美國嘅減息週期係唔係因為衰退而減息咁但係美國嘅貧富懸殊嘅問題就好大程度大家睇到係關稅啦咁自己收自己嘅關稅，自己搞到自己嘅貧富懸殊越嚟越嚴重咁你貧富越嚟越嚴重，咁你而家就變咗原罪㗎咯，即係納指升，啲人就越揸住納指嘅股票嘅人就越嚟越有錢，消費得越嚟越爽手，咁但係窮人就越嚟越窮。OK， 咁你停擺就連佢哋連食物券都冇得攞。OK， 咁跟住你又同佢講平價醫保唔俾佢哋，咁點搞咧即係美國人，咁即係如果我覺得美國嘅窮人都唔知點算。OK， 咁所以咧
即係從呢個禮拜嚇，即係美國嗰啲政治經濟信息咧，即係可以睇到美國嘅現存環境係點嘅咁。咁所以特朗普都揾啲大佬啊去傾下，睇點樣搞啦，即係點樣去搞咁啊？搞完之後咪減啲關稅咯，就係咁啦。咁啊就係咁啦。咁啊世界冇新事嘅，咁個經濟環境係咁嘅，咁就大家就步步為營啦，即係都要留心下，咪有乜嘢影響緊個市。咁當然為美股跌，咁你梗係要揾個跌嘅原因噶嘛，係咪先？咁就咪港股升咗之後又跌，咁急跌咁原因係乜嘢咧？咁如果係市場博弈嘅，冇壞㗎，市場博弈咪大家開心咯。有低位咪買，高位咪沽咯。OK，嗱咁呢個祝福大家啦嚇，即係如果對有參與嘅股市咧，其實對我哋嚟講，今個禮拜OK 㗎。OK。